后来彰化市有一个太太咧整理厝内底时阵，无小心甲红婿留互囡仔手买钱，1200块结回收车。伊心肝火大，走去清洁队喊救人，结果6个清洁队员伫一大堆的粪扫堆当中海底摸尖，甲一包搁一包的粪扫甲透开落找1点钟找着了。这个太太欢喜甲袂顾哩，请清洁队员啉咖啡，嘛伫网络铺文，感谢再感谢。穿深色绣花的太太骑奥多麦到主管回收场，说来是行甲真紧，行到办公室，拜托清洁队员斗相共，因为是无细哩，甲红婿留互囡仔1200块手买钱，无细哩当作粪扫，偏要去主管回收车内底。准备就是将他可能误丢的那一堆物品里面，我们卸在空地的地方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下晡2点多，彰化市这个太太无细哩甲手买钱当作粪扫拼掉。看到主管回收车驶上来，太太赶紧穿甲含安全帽仔行到回收场。等回收车落火，边仔落火清洁队员知影太太要找红婿留落来手买钱，嘛裤伫咧粪扫堆内底来到晓。他丢完之后，可能回到房子之后，想到啊，他丢的东西可能有他先生的手尾钱。上1点钟的时间，总算找到放1200块的红包袋啊！其中一个队员欢喜甲哪行哪休，太太看到红婿手买钱，找到倒来。真激动，一直甲清洁队员鞠躬碎多下，松了一口气，有达成任务的感觉。这样，刘美太太除了要咖啡，请清洁队员啉，搁伫咧网络顶铺文，感谢因斗找这政府喜剧红包。不过民俗专家讲，这手尾钱代表往生者将好运含财富要分予子孙仔，是政府纪念喜剧，袂当乌白拼掉。这手尾钱若无去，你的财运吼，你欠钱欠袂掉。比较不会理财啦。家在太太发现，马紧通知主管回收场，落回清洁队员才当赶紧伫咧回收场内底找到这台回收的车辆，确认粪扫落个失水，嘛顺利找到这包喜剧重大的红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